免疫治療係利用自身免疫系統去消滅癌細胞。就乳癌治療嚟講，以 checkpoint inhibitor 嘅應用較為成熟。原來我哋嘅免疫系統嘅 T 細胞，當發現異常組織就會進行消滅。T 細胞表面上有一個 checkpoint 蛋白質叫做 PD-1， 當 PD-1 接觸到癌細胞嘅 PDL-1 蛋白 T 細胞，就會啟動剎車系統，停止進行攻擊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 透過抑制癌細胞上嘅 PDL-1 或者 T 細胞表面嘅 PD-1， 令 T 細胞可以辨認同攻擊癌細胞，加以消滅。免疫治療包括 PD-1 抑制劑 pembrolizumab 及 PDL-1 抑制劑 atezolizumab， 佢哋都能夠用於治療擴散性 triple negative 並且 PDL-1 呈陽性嘅乳癌患者身上。pembrolizumab 亦可作為 triple negative 嘅術前治療。免疫治療嘅普遍副作用主要係疲倦、腹瀉、紅疹、痕癢等，發生嘅機會大概30%，亦有比較低機會出現一啲嚴重副作用，例如間質性肺炎、大腸炎等。呢啲都可以透過減低劑量或處方類固醇或舒緩性藥物處理。另外，由於免疫治療影響免疫系統運作，所以有機會出現慢性免疫不良反應，增加出現糖尿病、甲狀腺功能不足、關節炎、肝功能受損等嘅機會。病人需要定期進行檢查，即使出現毛病都可以及時處理。請支持香港乳癌基金會。